現在宣布 M1 號候選人江文慧女士在上述選舉中當選，恭喜當選的候選人。我係代表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，係我嘅榮幸，衷心感謝業界嘅支持。旅遊業係香港4大支柱產業之一，嚟緊我會擔當好政策推動者同社會嘅橋梁嘅角色，為大家發聲，推動香港旅遊業發展。我會盡快投入工作，團結業界，服務香港。江文慧開唔開心？興唔興奮？嗱，被譽為幸運精蟲嘅江文慧，尋日冇落後就以大勝姿態贏得個旅遊界別嘅議員議席，淨係人工唔計其他，每月都有10.9萬，做滿4年就有520萬，約滿再有15%，總共有598萬，仲未計你每年有3球辦事處營運，4年又多1,200萬任你使，真係買卷廁紙都有埋條數。喂，香港真係福地啊！開下會出席笑下問候下你食飯未，喺議會投下票就代代平安。其實我話佢唔止係幸運精蟲，仲要係最醒目嗰條。你睇佢醒目到一早已諗住從政呢條路。2014年喺美國史丹福大學趁放假返香港就拜會師姐葉劉淑儀，之後喺2019年攻讀埋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士，仲寫咗篇震驚14億人嘅畢業論文添。仲有喎，你睇佢個笑容燦爛到又得意，梗係深得人喜愛啦。喺巴黎奧運奪金之後，趁住萬千寵愛在一身，就急急腳退役揾返份工。所以幾時都話最醒目係你啦。